今言今語財寶篇，貪財是萬惡之根。續二，提摩太前書6章10至11節。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這屬神的人，要逃避這些事，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溫柔。小朋友啊，貪愛錢財係會被引誘離開真道，會帶俾人受苦噶。我哋曾經話過呢，無論係嗰啲嘅貧窮人或者係有錢嘅人，都會有貪財嘅時候，俾啲錢迷惑咗，行喺黑暗裏邊做咗啲唔應該做嘅事情。基督徒會唔會貪錢嘅呢？照道理呢，基督徒認識咗真道之後，應該係按住聖經嘅真理而行，行喺光明裏邊作光明之子。但係魔鬼撒旦係唔會放過啲基督徒，所以呢，點解保羅佢要勸誡佢嘅屬靈兒子提摩太小心謹慎啊？告誡佢呢，貪財係萬惡之根，一個人唔能夠侍奉神，又去侍奉金錢。等我嚟講下現今真實嘅一個例子啊！有一位叔叔，佢係基督徒嚟嘅，佢因為貪財去賭錢喎，借咗錢之後欠咗好多嘅債啊，去隱瞞住屋企人，活喺黑暗裏邊好痛苦，結果爆煲啦，冇銀行冇財務公司願意再借錢俾佢，佢走投無路之下，逼到佢要同佢老婆講。感恩嘅係神佢嘅保守同幫助，佢先至可以勇敢起嚟，面對返佢自己嘅問題，願意去承認自己係錯㗎。佢悔改，重新站立，冇再沉迷喺嗰一啲嘅賭博裏邊，冇再因為貪財搞到家破人亡。使徒保羅鼓勵提摩太，你啊一定要逃避貪財，努力咁去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溫柔呢啲嘅事，屬靈嘅品格先至係真正嘅財寶，值得信徒一生去追求噶。小朋友啊，我哋但願都能夠喺屬靈嘅品德上面有更多嘅成長，追求喺靈性上面嘅富足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神啊，求你賜俾我哋有警醒嘅心，唔要貪財，幫助我哋逃避一切貪錢啊、貪小便宜嘅事，免得我哋陷入愁苦裏邊，住咗喺黑暗裏邊。求你呢，吸引我哋去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溫柔，所有呢關於屬靈品德上面嘅成長，叫我哋成為靈性上富足嘅人，又可以去祝福我哋身邊嘅人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